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过来拜一日。前一阵啊，政府公布纾困方案，迄当时咱台视新闻就讲是摆摆方案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摆，这个摆嘛有人加拼音读做摆，这个摆做动词就摇动、撼动的意思。另外摆嘛当算是几变的单位，像讲一届就有人讲一摆或者是一斗，顶摆嘛有人讲是顶变的意思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应摆就是过去应时，也阁有往时的意思。第二个词咱听到这就是摆摆，意思是讲解决代志，像人咧讲好运来歹事煞，观音佛祖来摆摆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省钱会富，省囝就爱卖厝。因囝应摆若是有代志欠人规身躯的债务，上尾拢是因老爸出来替伊摆摆，即届嘛是共款。今日小解这一日摆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